各位郑老师，各位监员，大家三是我针对天恩书记都市的风水、市政师傅的改革，以及咱全民的改革，咱丰和理事长的邀请，会当伫早起这个讲座来甲咱结缘，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在这个课题内底是我想要甲咱报告，就是有关于一贯道伊的内涵，甲信仰的好处是啥物呢？那么在座各位虽然伫这个讲座来听，咱这个录音带会流传去外口，流传去外口。那么伫这个外口内底对咱一贯道会去了解，可能无咱遐尔做遐尔好安尼吼。那么因此，今仔日伫咱这个讲座的报告以外，为咱家己内涵知影，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所以，我要报告的课题就是信仰一贯道的内涵甲好处是啥物事。那么，各位一贯道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非常神秘加神秘。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伊传的是啥物物件？伊做的是啥物工课？感觉奇怪咧，有当时还佫做用诚心邀请人去看，有当时还佫无爱互知影咧。所以，对社会人对各位有看到电视的人应该会感觉对一贯道也感觉真神秘。但是一贯道，互人会感觉历史以来几多十年来，咱对民间的误解，甲政府的改进，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咱大家行过。过去一贯道，互人批评，互人指教，上好听讲压两道，上歹听讲趁三顿互咧办。这是一贯道伫民间人误解诚深的所在。但是各位，对咱的政府，对咱的民情，对咱的风俗，是绝对无用阮讲下身裸体来代表，这无可能。尤其一贯道的道亲，真容易去导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朋友，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就道。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妈妈绝对无讲头壳歹去带查某囝来遮下身裸体拜拜。这是上界会当有咱的证明讲一贯道会互讲咱下身裸体咧大原因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下的过程内底袂使互看，袂用咧互知影。所以人去外口就甲咱风声为什么袂当看？其实在历代以来传法拢是秘密的，传话是秘传的，这是为家来。那么咱这个道有咱的经验，拢是为大陆千辛万苦，从咱师尊师母代表过来台湾办道来传道，所以就沾染就是讲大陆甲咱台湾的这个色彩。所以政府甲咱定居坚固的时间。不过针对这个课咱一贯道内底讲这课，就针对这个课也袂歹，怎袂歹？讲因何得福？因为久报纸就甲咱宣传，迄种唔免开广告去的。但是对嘛久就甲咱报讲这一贯道这种了解一版拢爱几落万呢。这个咱保公建筑落成敢若牵一版就要30几万呢，迄甲咱牵几落工拢免钱，看咱6年来我趁偌多，你甲想好啊？甲咱趁这广告费趁不少，所以咱伫咧传道，咱伫幕后非常的辛苦，伫咧做，目前有政府嘛，因为伊请者去牵报纸咱嘛诚出名。虽然大家一直半解讲这是一贯道，是压两教，是车身裸体咧办，迄拢无红，迄甲咱的修行拢无关系。咱嘛是照常为20-30档以来修行修到遮尔好，对社会嘛是历历伫咧贡献
咱就因为报纸刊，因为人批评，因为人讲，啊，大家无了解，咱就无做，无啦。咱共款足认真伫咧做，这是咱爱认识的讲，一贯道伊哪有遮尔啊侪人咧信仰？一贯道伫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哪有遐侪人认同？哦，那一般社会讲来讲信徒哪会遐多？只要拢是一贯道伊有内涵，伊有好处，大家才咧信。不过在这各位道亲咱爱知影吼，咱一贯道以民国76年，就讲用政府立案了后，那么咱就以无后行向无前。这是哦，若讲讲食菜，若讲讲修行，爱讲较细声淡薄。咱若去无素食馆的所在食饭，啊，若要讲买一饭买一菜，啊讲啊你哪安尼食？无啦，我食菜啊，食菜啊，我食菜无啥共款，食菜啊较细，我食菜较大，你知？吼，啊，即摆咱讲食菜，啊，较早人去做兵，还是去创啥？去倒位参加活动，讲你信啥？无啦，我都信佛教。啊，上古早讲话做信道教，因为咱古早伫咱理事长经过上前人代表啊，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吼，也未改正以前咱就挖过一站道教。所以后人讲咱是佛教，咱讲是道教，其实在拢毋是，咱叫做一贯道。啊，咱今仔为无情行向无后，行向无情，就向头前来推演，所以才有今仔日这个工作。希望讲透过这个录音带，希望透过咱这个工作，互咱的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但是在座各位你一定要会记哦，你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你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的好处哦，上简单的一条路，上简单的一个速度，就是讲咱家己家己做啊好。咱家己家己修啊好，咱家己甲厝边做条，安尼甲斗啊好来安尼吼，安尼就一贯道咧推动就紧啦。各位工作的人，各位恁有看录影带的人拢同款吼，可能你的厝边做条，拢有一贯道的地主，有一贯道的道亲。啊，你若听到道亲，看到道亲讲，哎哟，这个人都袂歹，有影人信迄吼修养袂歹。啊，你若一当甲人做到烧麻弯刀牛罪吼。伊讲啊，我看迄道吼，你讲什么一贯吼，一贯道吼，我看是差不多啦，无偌济啦。但我也办餐厅啦，人我无信，大项也无咧创啥，也无咧食菜吼，伊修养也无比伊较差。所以这个啊，可能一个误解吼，因为都是真宗教，都是真知性的，不过个人的修养吼，也个有差别。所以我希望咯，咱的道亲们在做。一定爱安啊，家己本身修啊好，啊再甲厝边做条吼，下来，安尼这个道啊，才有法度咱以无后行向无前的这个当下，人才会甲咱成立。所以咱三宝团体内底，咱讲这个活动安尼做啊，这个活动做起来或者圆满嘛，或者